針對台北市長蔣萬安發出講要倒閣，立法院國民黨團的總召布坤琪今仔日總算是表態了。伊講尊重任何的想法，但是目前黨團的內部並無傷濟討論的聲音。蔣萬安嘛再度來強調講，尊重國民黨團甲民眾黨團的決定。台北市長蔣萬安提出的倒閣，敢有要小天？立院國民黨團總召布坤琪總算是開嘴啊！在一個民主討論的過程當中，任何的想法我們都是尊重，一定會凝聚一個共識。不過，目前這個議題在黨團內部並沒有太多討論的聲音。聽起來黨團打算要零處理。另外有網絡媒體報道，有人向立委私底下就透露，倒閣是開講咧講耍笑，唔知影是安怎互動做正式的。最後還是國會的事情嘛，那他就最後經過這個，不管是黨內的討論也好，或者是在野之間彼此的溝通也好，最後終究會做出一定的決定。面對家己人的態度，蔣萬安閣重新立場，尊重立法院國民黨團及民眾黨團的決定。我強調，前提是他們要充分討論，國民黨團有形成共識，也必須要民眾黨的支持跟同意，這樣的前提缺一不可。那民眾黨對倒閣嘛是害頭。這個社會經不起折騰，凡是有主張的人想好再講。他如果要全面國會改選，哇，這個茲事體大，大8年才結束1年，他再搞一次哦。蔣萬安原本想要抓魚趁流水，不過上屆重要的有共識，目前已經先卡掉。